2024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就要来举办，这礼拜开始，拜一到拜五，咱新闻世界通是推出美国大选特别报道，要做伙带观众朋友来熟悉美国的选举。今仔日咱要先来看选举的流程。这美国土地是遮大片，人口阁遮尔啊侪，选总统绝对毋是一日就武会煞的代志。咱要请苏比为大家来解说，这到底是安怎运作？ 美国的总统大选是后礼拜11月初5就要起考。这美国土地看人阁多，和咱台湾的选举方式无啥共。选举结果当然嘛无可能是当票迄天就当随出来。今日就要带大家来了解这2024美国总统大选重要的事情。头先，咱来先了解美国的选举是分做选民普选甲选举人团投票两个阶段。 这第二阶段，各州的选举人团其实拢会照普选的结果当票予胜利的候选人，所以讲其实普选的结果基本上就是当选的结果。今年的大选11月初5，各州的投票日，各州的选民就会去投票所的现场等候因心目中的候选人。这部分下条件选民是会当提早用假选票的方式来投票。 今年下条件选民是有2.44亿人，当然无可能是一天就会当开票开煞。上晚要到12月初5才会公布各州的结果。12月16日的时阵，由这选举人团投票予对应的候选人。正式的当选结果，就要等到明年1月初6才会公告。要若是1月20的时阵，当选人就会宣誓就职。